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27，箴言29章17节安尼讲：管教你的囝，伊会互你安心，阁互你的心欢喜。三甲来祈祷，哀愿管教囝儿，为互阮安心甲欢喜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永活永在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永善永疼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！你用无比的疼来疼阮，也用无尽的慈悲怜悯来款待阮。你爱阮行伫四正的路，无爱阮行伫偏差的路来抵到偏无。主啊！你用真理教示阮行永活的路。主啊！阮有时受世界的引诱，来失错行迷路，总是你用疼来挽回阮，也管教甲引带阮来活倒转。主啊！你也爱阮用正确的态度来管教阮的后代，互因通知行伫永活的路，因为管教因会互阮安心，阁会互阮的心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